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香港山遊。今日嘅山遊路線有14公里，位於馬鞍山郊野公園內，從水浪窩出發，最後抵達大水坑。呢條路線可以近距離欣賞馬鞍山嘅壯麗景色，仲可以喺灣曲山同埋大金鐘之間嘅山脊飽覽一側西貢同埋另一側大埔嘅迷人風光。下山途中，昂坪觀景台同埋茂坪藤王係兩個絕佳嘅打卡點。我哋沿住麥理浩徑4段走大約3個半小時，然後轉入茂坪古道下山。從烏溪山地鐵站，我哋乘搭99號巴士前往西沙路嘅出發點，車程約20分鐘。下車點正正可以欣賞到遠處嘅船灣景色。從巴士站行幾分鐘，即可以到達麥理浩徑3段同4段嘅入口。入口處有設施同埋山遊資訊。集合後，我哋開始走馬路對面嘅麥理浩徑4段，前40分鐘係水泥路，直到 M73 路標，都係山徑同埋石階一直帶我哋去到今次山遊嘅最高點，海拔503米。上山嘅山徑修建得好好，而且樹蔭濃密，沿途仲有啲開闊嘅區域可以欣賞到美麗嘅風景，所以記住邊走邊欣賞身後嘅景色啊！嗰度應該係馬鞍山山頂，我哋今日唔會上去，打卡就夠啦。隨住我哋越來越接近山頂，山徑變得越來越崎嶇，同時冇乜遮陰。
趁住其他人休息嘅時候，我走上呢啲石級睇睇。哇，好靚啊！今日風好大，差啲吹咗我個頭走。不過我都唔在乎，咁靚嘅360度全景，我點可以錯過啊？趕緊走啦，要追上啲朋友。哇，睇下嗰邊嘅山脊，太壯觀啦！喺呢度睇住行山者沿住山脊走，畫面真係有意思啊！好啊，輪到我啦，衝啊！兩邊嘅景色好壯觀啊！一路係要與風搏鬥而行，可以睇到一啲登山者正在攀爬大金鐘，睇起來好有挑戰性喎。今日我就唔想啦，會繼續向昂坪高原走。正啊，感覺好似要滑翔一樣。
茂平騰往，每次經過我都會嚟睇睇。呢條茂平古道將帶我哋穿過梅子林，去到大水坑。路上有啲荒廢嘅村屋。我哋大約花咗5個小時，走咗14公里，最高海拔達503米，累計爬升584米。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一趟嘅山遊，祝你有愉快嘅一日。